歡迎收睇舉手不回，我係白切雞，今日同大家分享3月23日沙田日賽嘅心水馬。第一場4班千四，推介4號喜尊龍，班德禮策騎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表現穩定。3號星運笑着，莫雷拉執韁，2段加速出色，競爭力強。7號火焰閃爍，上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值得留意。2號博愛先鋒，近期穩定發揮，有力爭勝。第二場2班千四，首選2號競進輝煌，艾杜拿策騎，連場做出2段快時間，中距離適應力強。4號潮州精神，梁家俊執韁，末段加速出色，具爭勝機會。3號包裝天章，近仗表現穩定，適應步速。6號武林密碼，中距離實力不俗，值得關注。第3場4班千四，推介11號鼓浪高升，莫雷拉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步速理想。5號精益大師，黃寶妮執韁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競爭力。12號一生好彩，上仗2段加速快，具爆冷機會。7號心心星，中距離發揮穩定，值得留意。第4場4班千二，首選3號拍馬難追，莫雷拉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短途發揮佳。5號飛躍成就，艾杜拿執韁，短途具優勢，值得關注。8號考眼光，近仗2段表現佳，競爭力不俗。14號金創福威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具爭勝機會。第5場3班千四，推介3號宜春火力，布文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狀態穩定。4號穿甲戰鷹，希威森執韁，近仗表現佳，具爭勝機會。6號大眾福星，上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值得關注。7號實力派，步速適應良好，可搏冷。第6場4班千六，首選8號幸運芙蓉，艾少禮策騎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中距離適應力強。10號英俊飛驅，艾杜拿執韁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具競爭力。2號九恩哥，末段速度快，具黑馬潛力。4號8000財星，步速適應良好，值得留意。第7場4歲馬賽2000，推介1號球星，艾杜拿策騎，連場做出2段快時間，穩定性高。5號有目共賞，湯普森執韁，近期表現穩定，具爭勝機會。6號包裝福星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值得留意。2號祝願，步速適應良好，具競爭力。第8場3班千二，首選3號真心傳奇，莫雅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步速理想。4號巴基之星，莫雷拉執韁，短途適應力強，具競爭力。11號極速贏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值得關注。8號翠紅，末段速度快，可搏冷。第9場3班千二，推介6號何好運，班德禮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短途具優勢。3號海旋星，巴道執韁，短途發揮穩定，具競爭力。10號英勇快車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值得留意。13號志滿同行，末段加速佳，有機會突圍。第10場3班千八，首選10號天章龍駒，毛顯東策騎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步速適應良好。12號一定店，班德禮執韁，近期做出2段快時間，實力不俗。4號金勝名駒，末段表現佳，具爭勝機會。3號和平波，近期做出快末段時間，值得留意。最後總括心水，今期特別推薦第6場8號幸運芙蓉，第7場1號球星及第10場10號天章龍駒，佢哋近期表現穩定，2段加速強勁，具爭勝實力。祝大家當日多贏多收，賽馬得意。